你们现在看到的直播屏幕是不是那个字体就很多很大，就是充满整个屏幕？哦，我这边看过字体就很大很大很大，就是2/3的屏幕都被这个字幕单给填满了。哎，林霄，你问一下陈奕君吧，好来化妆了，我刚问他了。啊。小字啊。哦。哎，你来看，我设置的问题。你看。哦，原来是可以这样。哦哟。没有，是我这边设置问题。快看，我的字体超大，然后整个屏幕全是被弹幕。你们是年轻人版本，我是老年机嘛。不是这个大，这很大，就是整个屏幕全是那个弹幕充满。小野，注意他头在这里啊。啊？头在这里啊。画章子在里面。上次因为他眼光我拿掉了一些。刘海卷在那个。这是。楼台。那么小宋楼台那个回石斑那套也要拍掉的，不然2个人。对呀。不行，那要拍1、2。我就把回石疤拍，回石疤很重要的。4套。回石疤衣服。回石疤也拍掉。不有新的。有新的。但我不知道小玉这次拿的是哪一代。杨老师能不能让凌霄下次自己直播？那是我掌控不了的呀。什么？他说叫我能不能要求你自己直播，这个我能掌握得了的。要知足哦。我们是神仙，所以不吃饭的。戏剧影视。马上看一下电量。就是我这边播你们知足啊！我不播你们就。17，那9月17号是吧？他们晚一点回去了。是的。也提醒我充电，对，是要充电的。我这100%已经变红的了。现在没有干什么？现在我把头发上面那个拔出去。
帮我剪掉吧。哪个？头发上面的小辫子。早上扎起来了。啊？你早上扎起来了？没有，我昨天扎的，没有拆。我要，哎呦，你让我掉哪个上面？信。哎呦，我等一下，让我掉哪个上面啊？这是。啊！你那个好像把我的剪刀剪掉。我没有吃过，为什么？你说你吃了是吧？我吃了。你那份带肥肉的是我。我就说怎么会有一份带肥肉的呢？你也不说一句，我看都有虾。我着急去洗了。你在楼下洗吗？但是我把肥肉前面的瘦肉吃了几块。我在想，我说不要吃豆腐，然后给我搞这么大2块肥肉，真是。所以晚上给自己补身子。哎呀！把书脱。你应该现在没有，没有。全是啊。烧啊，太热了，那个你是烧死。这么多吗？怎样？一直靠后。而且你那方碗是加了饭的。哦。小鱼，那个我饭不吃的你拿走，我那个饭我饭不用吃。没有想的。是明饭不吃。为什么早上有没有那种这个会扯掉我的头发？没筷子这个事情我好。那个拿2根好了。你这个很粗的。嗯。刚刚2分吃过。是啊。喂，哎，喂。我看过了。主卧这个地方呢，它稍微有点斜啊。够了。感觉好像这个眼睛稍微短了一点，是吧？怎了？有其他照片够了。那就2边有点不一样，是吧？也只能这样了。然后次文那个，我查了一下我原始的尺寸，我原始尺寸是对的，但是他是做的，可以做错了。这一块呢，我就导演说就重新做一个。应该导演跟我说，导演跟我说的话，我当时让他们做，我多花这个钱让他们直接做就行了。现在他不认了。因为我刚刚才进来嘛，前面我也没发现。那个主卧那个没办法了是吧？你调整过了是吧？我调整了一下，刚好一点，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它最上面一点嘛，如果你要弄的话，整个全部要弄下来，还指的一个要重新做的话，那我就比较麻烦。因为这个我看了很多啊，他们出来的问题，并不是说它这样，它很多因为它比较长嘛，这个线还有点不是很明显。那左边上面好像是对，右边上面是有一点往下。稍微有点差，稍微有点差。不一样，这个算了。行吧，那个，好的，啊，好，行，谢谢啊。重新给你做一个可能快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哪个？你想吃那个吗？说一下。等会儿，我弄好这个我看。是哪一家的？
好什么路？好什么路？好什么路？那我要是天那啥，存起来好了。这没出息。我觉得我整个人都麻了。干什么？今早睡醒感觉恍如隔世，有没有？我整个背部好痛啊！泡什么露是吧？对，你看一下，我昨天美团点的，叫泡菜。找到了。有没有人没吃饭的吗？要一起点吗？吃过了。小姨，你们吃过饭了吗？我没有。没吃啊。泡菜不吃吗？我现在。哎，你点口，你点我给你吃几口。他那一份已经很多了啊，不过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份。哦，你要不要？帮我点点了，泡菜锅啊。就是牛肉泡菜，好的，然后配一碗饭的那种。君君啊，要这么宽呐？可以的。你看嘛。给我烧盖。有的小吃类，泡菜饼、南瓜粥，你自己看吧。小玉肉被吃掉了，所以说它不够了。都这么大了。那我这个样子不太好呀。看出来人打个底来了。但是我还是很随便。看出来是进入的那一秒很重要吗？那也没有，那我等会黑屏黑掉。全屏在叫你爸爸。我真是笑死了。哎呀，我也不搭。谁要你们这些小孩啊？真是。没关系的呀，你哪个啦你？我都不要。哦，那我点下去了。怎么啦？快点，催死催活的，再看。谁催了？催，刚才没催吗？我说你可以来了。没有，我们李老师说杨老师催我啦。李老师下不下回？北门。学长这套好了是吧？你要拎那么高？我知道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非常的这个要不弄一下吧，你再撕一下，把这个毛夹弄上去。这里空调没有是吧？没有。我这么黑啊？旧的方案都不带那个新的。我觉得这里面稍微高了一点点。不是尾巴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对，感觉还可以稍微弄点。这不是纯黄金的，它黄金上面还镶嵌那个造型也不是
睫毛膏刷一下。休息了。我笑，收开。学院那都冰吗？霸王别姬。没有啊。小心翼翼，颜色上去了。那一周好几天没来。没有，我自己过来控油的。这雨水刷完是吗？在小鱼那里。那个左边的双眼皮贴翘在那里。不要想自己，这个不香。是这个男人。他看我小心翼翼的，很咸。反正当时那个人很臭。不是，这条不香。看他们怎么维护了，然后要洗5遍才把手洗。他们这种洗手液的味道。你看，我都看文字看啊。这里一个，这里有个毛。轻的。压的。我都很少。这里一个。把药膏贴在那个文字。这里两个不低吧？真的是有只蚊子可以飞不动的在下面。是吧？是那蚊子吗？啊。我摇了5个，我摇了好几个吧。我跟你讲，真的飞不动的在下面，肯定的。我待了。5个蚊子快来，说我们不咬吗？身上有个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用来喝。不要叫妈妈了，好奇怪。笑死！这有点高吧？是那个。我们最近在篮球场。这里空了，累得上去了。没事，大家开开玩笑没关系啊，就是。
这个地方那个双眼皮贴会不会掉？空了，我刚刚看没事啊。你看我稍微做个表情，就左边怎么就是会高一点，对吧？你去吧，来，小飞来。你给我打手，我就走了。还是一样白的。有点肿。我贴他们。哇，我眼袋不重，怎么办？我就说，我今天拍已经状态不好。人家白发那么晚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不要说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怎么办？大眼眼圈。眼睛怎么看？先不提了，等着把你压下去。好的，谢谢你。然后这个头发有点乱。人家说 P 一张黑眼圈，他要收5块钱。你是给我化妆，就是喜欢把我头养着，还是给谁化妆都是养的？就你看画什么地方吗？就以前不养的啦。
不然我都蹲下来凹着一个背。理解，年纪大了个子太大。不动了。你这越翻越高了呢。蚊子咬。为什么这样？有近视眼。你别把它贴上来了。你自己爬吧，看了看好真的。就是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是说不要看吗？你现在看看。真的是，挺可怕的。就是我要是女的，我跟她笑了。有没有？儿子标了5、6个保温瓶，挺远的。清好多，哎，挺像放上去的。好吃难吃一点。这还有2份。我这小玉这个菜实在是对我一点都不了解。打开了欲望的门。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拍好了。老师。哎，拍好了。换人了，换成接触了，优秀走了，接触来了。你拍完了？拍完了。哎呀，哎，我现在真的不怕，我这你看我现在衣服脱光了，我穿着衣服穿起来，我都成这样了，我。哎呀，我说起衣服拉回来。老师，拍了几套啊？拍了几套？我就拍了1套，他们就留了1套，就留了1套。哎，我现在有，我觉得我可以吃这个，然后过来。小玉啊，这种叫我吃下饭，清心寡淡的一塌糊涂。我吃下饭也做泥锅了。西饼啊，那么萝卜。打个饭走点心呢。都是白吃，白说他。白吃还要说，我好像真的是要减肥了感觉。
这叫白痴还要被说。还要去还要去洗车的费用。去洗车，他今天太不划算了。不划算。杨老师。太不划算。你还有这个东西啊？我都已经没有。好难用完啊！你还挺好的，每个颜色都挖了这么多了。我当时我记得我就挖了2、3个颜色。颜色很薄。哇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很薄。就是这个人坐在这里了。感觉错过了几个亿。杨老师口罩掉了，杨老师口罩掉了，杨老师热死了。杨老师，你不戴口罩的。春节出在我们就在，老公。你现在有多少妹妹啊？成千上万个妹妹，宠不过来了怎么办啊？翻牌子了呀！妹妹不在你面前吗？啊？我说妹妹不是在跟你讲话吗？对啊，妹妹太多了。下午好。苏听9亿少女的梦。我不是妹妹，是儿臣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怎么还有姐夫？我只有何登登啊，没有别的孩子。姐夫，翻牌子要翻到99年。这是丽君陈，不是陈丽君。Hello。哎呀，看不过来了。好吃吗？我说那本身就是有点冬瓜，就是。你这么点还挺舒服的，我要睡着了。眉毛上面见了。好，咱们再打开眉毛上面的菜啊，那个你今天要它这么抵一打是好一点。马来西亚好看起来。是。做个人了。对啊，蚊子咬了这里，然后看东西，这边会蚊子的。花红吧，就今天刚才运动也不对，这边全部都是眉毛上的皮啊。对，还有棉花那个。这个咖啡热，来。君君，你喝不喝咖啡啊？热的燕麦。喝，给我一个。喝。在这儿啊，你可以拿。好，谢谢。真好。你来个喝的，你吃的什么呀？我还没吃。泡菜锅。啊，对，点了，还没到。早知道我点个抄手我的泡菜锅来了吗？喂，东东。喂。我那个很贵的那个区。我点的，对不起，电话又打到你了。已经到了是吗？有没有？收件。外卖。哦，好。你是北门对吧？好。好，拜拜。我又点到他那里去了电话。对家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那个外卖？是泡菜锅，在那个外卖柜的边上，外卖柜满了。好死了。
你这个青草豆不止痒啊？不是养的。不怎么吃。咸的呀？你不知道？我就是这个。怎么又点到公公那里去了？咖啡在哪里？谢谢，随便拿去，随便拿一样的东西。对对。毛哥瓶里有个就是的咖啡眼袋的那个啊。这个很好用。2个颜色。Hello。好像有的以前，一个有点黄黄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昨天晚上就练这个上面涂了，下面一样。哎，好啦。一套。就他学那堵牢了嘛。谁在先涂呢？哪个好或者不好？然后那个拍完了吗？我好了，师母呢？师母已经拍过了是吧？师母昨天拍了4个，4个师母啊？拍了4个人。我那天怎么会4个师母？我今天在那看宽裕点哈。哎呀，哎呀，在直播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样人少一点进。啊？昨天多干点，今天人少。我这个脸这个仰的这个角度可以吧？这朝天。哇，洋洋，你有那么多人啊！再把妆定了。上次他来了，我跟他说他2点半是跟他去了。跟他说，哎呦，凑一张还是。是江苏他那边。放这儿。你拍好啦？我男装拍完的。这个胸罩点的，好的几张。男的，不跟我一起拍啊？全都是冰的个。酱香拿铁啊！等一下，那你这里做啥？还有吧？给我个新的吧。我下回给你个新的。我这个扔掉了。那我今天一下子喝的有点多了。晚上不睡觉了又。反正今天也不会早睡的。哦，今天合成了。那我这个扔掉了啊。我这个其实已经毛出来了，你看边上全是毛。烤肉看了吗？蛮好的啊。很儒雅。他几张都挺好。很儒雅。他说不用修，那我说要修的。修哪里？他的色彩。我说把我脸上大一点，他说我稍微压一下，我说其他都不用修。然后把我这里压。我后来老是修掉之后才讲。对，我现在才是刚刚好发觉我自己。觉得这还我刚才把这个地方稍微压一下。对，我刚才这个衣服稍微这个裸体拍的，有点对，再压下去一点。我说其他修都不用修。呀，你也有，这个也有，你那个色彩，这个老婆给我的，就怕干杯拍那个，太淡了啊！哎，对，就是太。哎，你要老生就这点好，老了不用修，是不是？你要学那啥，那么老，我说你要跟看谁跟谁。一切听你指挥。好的好的，领了的。我们完全照片不是又多一个。我领了，把所有的那员外做员外也演出来。好的好的，这些都是往后提的，提下来的多好。可以。他说
说要给他喝一口，这个很好喝，很久没喝过了。对不对？那就是花田路磨牙绝血，没有听。你今天看那个上播就是。上班是大概没买一份。本来那个拿来拍病房的也蛮好看的，擦光的。那边的帽子可能办的不合适。那个没有。真的，你讲白了都口子不好，你那有你的。这个别的口音。你们这些本来演过的呀。那个在白的时候。真是现在化妆都是这样。这我当下，那我送你。然后我就不得了了。不是，我就再现我就切了一下，这也不像你当年了。我就像个卤蛋一样的就过来了。大伙他们说你对我真好，我对你真好啊，我对他不好的。卸妆油有的，谁有卸妆油啊？他们是跟朋友的了。哪有那个啊？谁原来有好卸妆油啊？吗？有，哪来的老陈做多次？原来有卸妆油吗？有。等一下，在这里。我反正是。现在真的是哦，这个有哦，那个有哦。他不是说嘴巴的咖啡味道的，所以喝到是这么习惯。是吗？现在这个基调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个没有。这个样子。这个喝了之后饭就不用吃。今天还有一个。嘴巴有咖啡味道，喝这个真的跟脚臭味一样。我那个表情特别狰狞。你用吸管呀？跟那个呗。那个吸管这么细，看多肉多的。这个不要。那你用这个还是说？你也是。这盖都盖不下去。我这不错的了。偏心，你该用那臭的。我哪知道你那个是臭的？我吃饭在哪里？啊。哦，谢谢。看有人说你憔悴，我哪天不憔悴？我这两天天天憔悴。你少放筷子。你的眼袋挂到这里，闭上你吹吹训练的嘴巴。还有东西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早晚要绝交。这个是早还是晚？哦，对对对。你说的。您要拍了吗？没有。拍好了。好了。拍人呢？我走。累。装作3个画好了，再不画好就开。今天我这个眼袋，你要给我救好它。已经好了吗？那他怎么还说呢？他就侧面看嘛。这个看已经没有了。对啊，我只是他就是在污蔑我。我不知道。你要小心点，态度好点，最慢照片在相机在他手上，光在他手上。就是。你哪天都可以跟我绝交，你今天不可以。我哪天都可以跟杨老师绝交，今天也不可以。你帮我放后面吧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饭，你要不要吃？饭。泡菜汤，帮你看看啊。你吃，我们点了2份都吃的。看看来不来？昨天我们也是2份3个人吃。你吃，你打开。修容修完之后脸才完美。什么意思？不修就不？你大点声。你这个直播架蛮好的嘛？上次的那个。对，小王子送的。不是吧？是那个。哎，我是另外一个人送的。他们自己手机怎么不按两个？就小王子。是吗？哦。上次另外一个人送的。就是这么性格好看。我才想起我自己什么手机按2张的。那这小米的就是说那什么。哦，这个高级一点的是吧？这边说是小米。跟上次那个剧本不一样。给我电脑上也不可以。你给我拍的。不是没拍，后来我们选这样就没拍。804男的女的忘了。804男的女的。那个谁拍的？那我要803。怎么让小康他不知道要4块的租车？一定不懂啊，1200多个人。青山肉，我问青山什么？我看看还好。
马上是，马上有点顶。现在我们一天化妆都4个打底起步了，我命。泡菜锅都给你点好了。是都孔老师还给我们任务。什么？我说现在我们一般化妆一天4个打底起步了。打底起步。我出去都是4个打底的。现在对演员们来说还是挺好的啊，只要那个马上你看那个照片安排上，以前我们没有的啊，B组的哪有时间？对，就是你现在想要经过这个操作我的头发，就是感觉没有。哎，这个是我的。那打底线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脑子有点胀。哎，也太救过来。跟我用的是一个底吗？对呀。今天还能救过来，有时候救都救不过来。还被你黑呀？那也不可能，底打上去了还会黑。那是的吧？我看他整个是黑的。谢谢你，善良的人。我听到我说你看怎么没有空的？他说底不点，底上也不会的，放出来的肤色。从你这个角度看，那个镜子里的我是仰着的吗？你这么摆的，你想想看。仰的。我现在不摆。那你不需要这个。你是要掰下来的吗？我不是他掰的。哦，我可以用往上一掰，好了。怎么了？这一个角度问题。没有，哎呀，但是阅文也有2空。哎，你拆。道长，你可以跟那个娜娜先拆。这个。我放上去，那我就放这里就好。放上去是吧？好。啊？它的颜色觉得我玩的颜色我不是很满意，你给我弄一下，不要再说。啊？就这样改吗？对，它轮廓打得很好。你点了2个泡菜吧，我们那个很自然的那个。看你在看呢。 2个一样的。这个面包还有这个。自己开播。我的牛奶奶。太快了，26还是27都有可能哦。什么？还有的午睡的吗？你们？洋洋，我的牛奶呢？你的牛奶？什么？大家不和谐吗？牛奶不是奶茶在，牛奶不见。手眼，君看你和。